有关这个美国内地8月28要来举办反内地的公投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到时阵会尊重公投的结果。若是结果是不爱进口内地，农委会就会调整政策。另外，日本政府按算2年后要把福岛核电厂的废水排入大海，引发到外界的担忧，就今会造成到海洋生态的浩劫。早起伫立法院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接受到立委的质询，讲会严格来控管，而且替渔民争取权益。也毋过立委也是真不满，讲这农委会拢无作为。机制你现在不严厉，反正到时候再做，就像韩国一样吗？绝对是站在渔民的角度。日本2年后要排核废水，农委会讲要加强监测站和水产检测，替农民争取福利。不过作为要求立委真不满，认为也无够。是吗？我愿意站在台湾渔民的渔业的角度。台湾渔业包括伫北太平洋公海掠鱼仔、掠沙等等，整体产值大约26万吨至140亿，牵涉范围真大。最后立委真激动，爱农委会和美福部除了被动应应，嘛应该主动出击，向日本官方表达抗议。农委会强调，鱼体检验会自109年的208件，增加到81年的500件。监测站的自20个增加到95个，同款立委真不满的，阁有莱克多巴胺的米滴。目前照统计，到4月15号为止，进口猪肉是14976吨，其他猪肝、猪油脂等等5204吨，当中无一项有莱克多巴胺。不过立委唔拿对数字感觉真怀疑，佮要求陈吉仲爱替反内地公投结果做出一个承诺。如果公投过了，我们就尊重公投的民意啊。就是不会进口来猪了，停止了。如果公投通过的话，陈吉仲表示会尊重公投的结果，嘛强调目前无内地进口，是因为市场的机制反映消费者的选择。可是，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